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北投社区举办北投堡单步社文化节，透过才艺表演甲采购活动，让居民了解到庄头发展的历史。今年特别做一支超级的大扁担，而且来申请到金氏世界纪录。 大家同齐单扁担北投堡单步社文化采购热烈举办，队伍沿庄头的宫庙做巡礼活动，现场的气氛热烈滚滚。体验以前的人怎么搭米的啊，然后怎么运作这些农用的东西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为着让大家体验早期为鹿港单会到外地，北投社区真侪年来举办文化节活动，向侪人参加。各保利独立册店的头家专工累积记录。书籍的田野调查时候就有注意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放进我们的书里面。那我们放进书里面的时候呢，就会有机会形成小旅行。 北投堡单步社结合美食文化和实农教育，受到各界侪肯定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